哎呦，白马，你可真是有力气啊！这么多茶叶，一个人就搬完了。小姐把你留下，果然没错。走，咱回店里说。走了。主上，白马传来的消息。华伯奇知道他熟悉戈壁的地形，主动收留了他。他现在收留白马，有很大的嫌疑，就是想利用他熟悉地形的优势来做一些什么。看来陈玉真的被皇帝给抓了。你猜对了，华伯奇把朱府所有的侍卫调去了齐云山，准备接囚车了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他是怎么说服朱府的人陪他送死的？过几天，陈玉就会被送往京城，派人在途中埋伏。我绝不能让陈玉落到皇帝的手中。多带一些通用火箭，实在不行，我宁愿陈玉死，也不能让皇帝得到宝藏和地图。诺。特使大人押送犯人回京，闲杂人等全部让开。特使大人押送犯人回京，闲杂人等全部让开。朱手，我们不能再快些吗？我们已经被囚车拉下一大段路了。哎呦，小姐，实在是抱歉，这马车前2天坏了，现在是最快的速度啊！白马，你熟知西楚州的地形吗？你能不能带我赶在他们前面？不坐马车了，咱们骑马先走。两位总管，你们押着车队赶路，我和小夏、小六跟着白马抄近路，先去齐云山，在那儿等你们。站！哎，站！小姐，那你路上万事小心呐！知道了，站！站！就你一个人，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已经在齐云山埋伏起来了。啊，那白剑飞他们到哪儿了？派出去的探子还没有传来消息。白马、小六，你们俩去看看。诺。小姐，白马才刚刚加入我们，信得过吗？你放心，我看人很准的，信得过。小六，啊！哎呦！你刚叫我什么？说你笨，你还真笨，跟了我这么长时间，连我声音都听不出来。少爷，是我，赶紧走吧。哎，少爷，驾！少爷，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少爷，关将军没来那么多人，他答应借兵3000，结果只来了500人。圣物和地图的事情，绝对不能告诉关将军。他心中对我有猜忌，不肯相信会有人来劫囚车，不肯借这么多兵，也很正常。少爷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再去借兵已经来不及了。本来想兵分3路，现在只能集中出击。今日，我一定要替师父报仇。诺。你看那边地势险恶，是，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多派些人手。诺。陈玉那个王八蛋出的是什么鬼主意？我受了他的气，还得配合他，把苦差事都留给了我，让我
运着空轿车回京城，他却不知道躲哪里去了。等回了京城，我一定要好好参他一本。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东方石，光靠齐云山那几个人，你们就想劫囚车？什么劫囚车啊？你可别瞎说！我就是害怕，朱府几乎被误会为叛党。这回苏州府的路上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我当然要找人护着了。你倒真能说。东方石，看你的样子，该不会你去劫囚车了吧？是。想知道结果吗？抬进来。杀害我师父的人，必定会来劫囚车，我便可以平定叛贼，我也能将知道你身份的人除去。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。东方石没被抓住，难道陈玉真的失败，被东方石杀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白剑飞跑了，陈玉被火箭射中烧死，这是他的尸首。小姐，我们现在还是回苏州吧，这里的事先别管了，老太爷一定特别想念小姐。他曾经问过我，如果他死了，我会怎么办？我跟他说，我肯定会在家，但其实我不会。我喜欢他，东方石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就算你对我好，为了你自己的目的，你还是残忍地把他的尸体给抬过来，想看我的反应，确认到底是不是他。原来你是这样认为我的。他对皇上重要，对我同样重要。我是想让你确认，但是我更多的是想让你看见真相，少自欺欺人了。你大老远跑到这里来，不顾朱府会牵连进谋反大罪，不就是为了他？东方石，你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伤成什么样，你怎么能逼小姐去看呢？我看，我怎么不想看？我不过是存人心，不想信罢了。看个清楚更好。你要真相，我也要。小姐。小姐别看了，烧成这样，你是让小姐夜夜做噩梦是吗？你口口声声说对她好，却处处在为难她。我们走。少爷，白剑飞逃了，只抓住几个随行的大内侍卫。他们说被火烧死、坠入悬崖的就是东平郡王。
继续追。诺。齐云山封建极好，作为他的埋骨处，并不委屈他。我会命人将他安葬。朱丫头，今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得跟我回去。你要带我们小姐去哪儿？如果你不希望小夏和你身边的护卫因为你而死，就别再反抗，乖乖的跟我走。看来你已经拿到那2样东西了。看来你已经知道那2样东西了。东方石，你口口声声说你喜欢我，原来只不过是想利用我拿到那2样东西，然后再杀了我，得到宝藏。你帮助我得到那2样东西，我为什么要杀你？难道他不知道完整的预言？小夏，你们下去。小姐，下去。诺。你知道完整的碧螺天预言吗？看来陈宇什么都告诉你了。那你知道自己是碧螺天圣女了？我问你知不知道完整的碧螺天预言？当朝武士而亡，得碧螺天宝藏者得天下。若我想得到碧螺天宝藏的话，必须要靠碧螺天圣女，也就是朱丫头你，来帮我开启宝藏。完整的预言是：当朝武士而亡，得碧螺天宝藏者得天下。后起圣物，继圣女归天，可得宝藏。起圣物，继圣女归天。你真的不知道？陈玉告诉你的？对，是他告诉我的。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你明知道我喜欢你，绝对不可能杀你。被你预言，就想让我放你走？不可能！连这个你都能决定，看来你在叛军中的地位很高啊。你是成王的后人吧？好，我跟你回去。你别伤害小夏他们。既然陈玉已死，我也不想独活。到时候祭不祭天，随便你们。少爷，小姐，少爷，闭嘴！主上说一定要带朱姑娘回去。今天谁敢动朱丫头，我就杀了谁！
我不相信你所说的预言，但是我也不会冒这个险。我现在就回去跟老爷子确认，如果你所说的预言不是真的，我会再回来找你。小姐，让齐云山上的人回祝福。喊2个人把他抬回去安葬。好。小姐，你也累了，前面也没有客栈，我们要不然就在此地找个地方休息吧。小姐，喝点水吧，好歹喝一口啊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为什么杀主府的侍卫？小姐别过来！小姐！小姐！小姐！哎，书记！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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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没死，你真的没死。母亲，我没死，我没死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看见东方石带进来的那个尸体手上的疤，我真以为你失败被火烧死了。母亲，我们这次兵力不够，没能抓住他们，但我还是假装中了安北的箭，跌入悬崖，让他们以为我死了。母亲，这次的行为风险太大了，我怕告诉你假死之后你会暴露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故意在尸体的手上做了手脚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以后不许再这么吓我了。我以为你死了，我整个人都慌了。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。我甚至想要随你一起去。傻丫头，就算我真的死了，你也不能这样。不要再说这些了。我说你们还真是大意，
被人跟踪，除了细作都不知道。细作，我一路跟着你们，发现有人跟踪你们，于是我就将他们杀了。后来我还发现，朱府的车队里面有几匹蹄铁和其他的马不一样，我敢肯定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人用这种不起眼的手段在通风报信。至于在向谁报信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有可能是东方氏的人，也有可能是白剑飞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两者都有。那里头肯定有东方氏的人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？幸好现在已经安全了。糟了，我这样突然跑出来，小夏他们肯定急死了。你放心吧，你是主动跟我出来的，他们肯定能猜出一些端倪。而且，我走之前还留下一些消息，说这是猪八爷的安排，让他们尽快回朱府。等他们回了朱府之后，发现朱府已散，而且猪八爷已经替他们找到了藏身的地点，他们会躲起来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儿？我已将杀害师父凶手的画像交给皇上，并且告诉皇上，他们是想利用称王的名义来造反，让皇上尽早提防。但是劫囚的消息一旦传到了皇上的耳朵中，皇上肯定会怀疑他们为何一定要劫我，然后再联想到师父出事的那一天，我又因病不起，很容易猜到东西在我手上。不过我已经让小六去布置了一个不会有人找到的地方，而且猪八爷也可能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到时我们先藏起来，找机会替师父报仇。那我们快去吧。好。碧落天预言是不是还有后半句？对啊。你为什么没有告诉过我？你何时问过我？你明明知道想要得到碧落天宝藏，必要将圣女祭天，为何还要与朱府签下契约娶朱府的女人？为何还要让我爱上朱丫头？当初是为了得到碧落天圣女，如今也是。我这次让你把花无期带过来，带来了吗？我要亲自看管她。我没有带她回来。为什么？我要她活着，我不想让她死。她必须要死，这是身为碧落天圣女的宿命。我们只有杀了她，才可以独享宝藏，才可以千秋万代。狗屁宿命！谁也不能杀了她。看来让你去苏州就是一个错误。当年我就是被薛飞的一双眼睛所迷惑，深爱着她。可我知道，有朝一日，我为了江山，我必须要杀了她。是儿，我知道你喜欢花无期，但是一个女人和江山来比，孰重孰轻，你应该清楚。我不清楚。如果要杀了朱丫头，那我宁愿不要这个江山。放肆！为了这场战争，为了你当上皇上，耗尽了我毕生的心血，耗尽了鬼谷百年的剑眼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说要放弃是吗？你对得起你父母吗？你对得起你的祖父吗？你对得起为了你当了皇帝战死沙场的人吗？老爷子，这是你要的天下，不是我。我可以替你打天下，但我绝对不允许你动朱丫头。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敢顶撞我是吗？老爷子恕罪，外孙真的很喜欢朱丫头，我绝对不会让她为了一个可笑的预言而死。若您敢杀她，我就放一把火把鬼谷给烧了。你母亲也是和你一样的性子。成王世子落难到鬼谷，你母亲非他不嫁，
我瞧不起一个落魄世子，可是你的母亲不让她嫁，她也和你一样，说要烧了这鬼谷。我答应过你母亲，让你夺回属于你父亲、你祖父的江山，让你登上皇位。可我不是神仙，我再有办法。以南逃人的生老病死，是我老了。老爷子，想要当上皇帝，不一定非得靠碧螺天宝藏，不一定要杀了猪丫头。是啊，即便不杀他，你依旧不能娶她呀。为什么？你想一想，你能在荆州起兵安然无恙，完全是因为北野王肯与我们合作。你只能娶他的女儿，他们的公主，所以花不起你不能娶啊。就算我不能娶她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杀她。你，主上，有消息传过来了。说。启禀主上，我们派去跟着朱府小姐的人都被杀了，朱府小姐没有回府，已不知所踪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诺。是。那具尸体花不起看过之后，有何反应啊？他很伤心，因为我每一次看到他，他的眼神都是雪亮的，但这一次，我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一点神采。看来这次陈玉真的是死了。他与花不期亲密无间，说不定他已将圣物和地图交给了花不期，花不期又藏了起来。还有，是啊，我们在短的时间内和皇帝的势力交战了2次。已经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了，所以这个月内我们必须要起兵。你要做好准备。我再去一趟飞云堡。时儿，至于花伯奇的事情，我们以后再议。老爷子。你等着吧，不用靠碧螺天宝藏，我也一样能够得到天下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关于陈玉战死一事，你有何看法？微臣亲眼所见，东平郡王中箭跌入悬崖，但臣一开始以为他真的死了，但是后来想一想，臣觉得他并没有死。为何？假装以谋反罪名被皇上所抓，本身就是东平郡王的计谋。他还向关将军借了兵马，由此可见，他知道一定有人来劫囚车。东平郡王计划周密，不可能轻易战死。微臣觉得此事一定有蹊跷。可战场上刀剑无眼，战死了也说不定啊。臣曾买通了朱府的一些侍卫，但在劫囚车当日失去了联系。
微臣顺着他们沿途留下的标记找到他们时，发现已经被杀。朱府的其他侍卫告诉臣，是被白马所杀，花不弃也是被白马劫走的。但蹊跷的是，白马所杀的侍卫全都是臣买通的侍卫，这些侍卫武功高强，却被白马几个回合之后全都杀光了。此人武功非同小可，而且还是帮着朱府的。这个白马又是什么人呢？他是花不弃在西楚州收留的西湖人，臣已经查明，此人是搬货的普通人，空有一身蛮力，但在后来却变得武艺高强起来。再加上他为朱府办事，微臣觉得他是东平郡王所假扮的。他故意劫走花不弃，应该是怕皇上下旨降罪，杀了花不弃。分析得很有道理，看来这一趟你的收获不小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皇上，臣觉得东平郡王是不可控的。除了假死劫走花不弃，还有其他的事情？臣在用毒丸试探他时，他不但没有顺从，还当场把毒丸塞进了臣的嘴里。他如果真的效忠于皇上，服毒丸只是表明对皇上的忠心罢了。他反倒以毒丸威胁臣，不能乱讲话。胆子不小啊，竟敢用毒丸毒宗亲郡王，让他受制于你。陈皇公，那个只是养生补气丸而已，臣只是想试试东平郡王。哼，都是一块长大的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你去见他那一日，他已经写信给朕了，还把所有的药都送了回来。他在信中说，他只是气不过你的态度，才给你喂了那些药的。起来吧。谢陛下不责罚臣。但是臣还是认为东平郡王是不可控的。他在听完皇上口谕的时候，表现得十分愤怒，并没有对皇上的敬畏。他能看出臣对他的试探，可见他心机深重，心思缜密。他能将试探之事告诉皇上，又将药丸交回，这何尝不是顺水推舟，将计就计呢？他能假死，把花不弃掳走，这可是对皇上的藐视啊！还有，臣得知一个消息，是关于碧罗天圣女的。你说什么？明月山庄庄主柳青梧告诉臣，他知道碧罗天圣女是谁。柳青梧在哪儿？现在就在宫外，等待皇上召见。传。诺。陛下，柳青梧带到。下去吧。诺。民女柳青梧参见皇上。抬起头来。起来说话吧。谢皇上。你知道谁是碧罗天圣女？回皇上，花不弃乃是碧罗天圣女。花不弃？你可有证据证明？此事是东平郡王一次喝醉亲口告诉民女的，所以民女才知道。玉儿做事一向谨慎，连一刻的身份都瞒了朕很多年。你说他喝醉了酒，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，你可知欺君之罪？
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让郡王过来与民女对质。郡王还跟民女说，花不弃不是七王爷的女儿，七王爷早就知道此事，还是找了花不弃10几年，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啊。花不弃不是齐王的女儿，齐王藏得够深的。民女曾是柳明月手中的一颗棋子，柳明月为一人敛财，我们称此人为主上，他有造反之嫌，他一直在找花不弃。传闻得圣女能打开宝藏，民女猜测他是想要找到花不弃，得到碧螺天宝藏后造反。正因为如此，民女才相信了郡王的话，断定花不弃便是碧螺天圣女。朕暂且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关于碧螺天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民女所知道的全部告诉皇上了。你一路随剑妃进京，辛苦了，不妨在宫中多留几日，等朕空闲了再找你详聊。民女能得到皇上的信赖，是民女的福气。民女随时恭候皇上大驾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人呐，带柳姑娘去香园殿休息，传白剑妃。诺。那民女就在香园殿等着皇上。皇上，您可一定要来啊！朕一定去。花不弃，我的猜测不会错，你就是碧螺天圣女。现在皇上已经知道了，你这辈子也别想安宁了。你立刻启程前往江南，把那个猪八爷给朕带回京城。另外，发布公文通缉东平郡王和华相公这2个人。臣遵旨。主上，已经在飞云堡附近的水源下药了。很好。啊，花不弃和猪八爷突然不见了，你派人去找。记住，此事不能让世儿知道。诺。这儿。爹，马场出事了，昨天晚上死了几十匹马，而且感染马瘟的有上千匹，现在马瘟还有蔓延的趋势。这马医去了吗？已经派过去了。这次的马瘟比前几次更加严重，而且情况有些不一样。飞云堡备的一些马药只能应付马瘟，可现在还是缺少苦楝草和铁马莲，而且周边那些药铺都已经没有这2种药了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现在只能控制住马瘟，却不能根治。怎么这么巧？前几日皇上才下旨要收回飞云堡所有的战马，这怎么突然马瘟呢？是啊，明月山庄已毁，谁知道柳明月是不是躲起来了？会不会又是他搞的鬼？日防夜防，却没有地方得住。阿郎，你速速去京城莫府，去找林家兄妹取些药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
在想什么？民女不小心冲撞了皇上，请皇上恕罪，请皇上恕罪。快快请起，你也不是有意的。再说几滴水而已，何罪之有啊？皇上，您真是宽宏大量，是江山和社稷的福气，也是民女的福气。啊，对了，你还没跟朕说你在想什么呢？民女说了，皇上，您可不要笑话我。当然不会，尽管说来。民女初见天子威严，心里犹如小鹿乱撞，不知为何，脑海中都是皇上的容颜。民女刚刚是在想，皇上。